在我屁股上打，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能不能打个折呀？半折、对折，20下。不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那要不然就4折15下。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4折16。皇上英明，16下，那我们就决定了，就打我16下。谢谢皇上。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给朕下套啊？我告诉你，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哎，等一下，又怎么了？您看是这样的，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我是个女孩啊，半个月都起不来，走路一瘸一拐的，多难看。要不然换个地方打。也是，真把你屁股打坏了，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朕这也没人伺候。行，你先起来吧。谢皇上开恩。英奇，青影，你要干什么？上次你放了我，这次我也要放了你和允娘。不可以，这次的情况和之前的都不同，我父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若是真的把我们母子给放了，不光是你，甚至连你的父母都会有危险的。那我该怎么办啊？没事。义父，这位师傅，吴三桂追过来了。怎么办？我们逃吗？逃不是办法，在这云南境内，我们只会被他们追得精疲力尽，最后结果还是一样。那以太子之意呢？我们手上有人质，而且今晚吴三桂明明可以全歼我们，却下令手下留住活口，说明我们对他还有价值。我们可以跟他谈判。很好，太子遇事不慌，处置得当。晋王，启禀太子，你们已无路可逃，识时务者为俊杰，快出来投降吧！吴三桂，不讲信用！你若是敢强攻，我就杀了你的妃子和儿子！王爷，怎么办？晋王，你已是瓮中之鳖，无处可逃。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我还可以饶你不死。我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传令下去，距离此处100步之外安营扎寨，听候本王的号令。卑职遵命。这个屁股打不了，手总打得了吧？把手伸出来。皇上，你干嘛呀？又要打我呀？行了，别废话，把手伸出来。我不。右手要做事，左手。
可是真英雄啊，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奴婢是假英雄，真怂包。如果皇上行的话，你试试，你不叫我就服你。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之前皇上说刘德昭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刘德昭虽然欺上瞒下、贪赃枉法，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他对他女人很好的。你又不是朕的女人，为什么这样护着你？还是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皇上还是继续打吧，奴婢绝对不出一声。要哭就哭出来，别憋着，装什么英雄？奴婢不想装英雄，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皇上，您这是不打了呀，还是改日再打呀？把手伸出来，给朕看看。怎么这么娇气？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你试试，也疼。老大，不是朕想打你。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真要做出什么事情，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都疼死了。好了，老大，别哭了，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还丑呢，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我以后怎么见人啊？你赔我，你赔我！好了好了，打几下手也哭。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行了，别哭了，你还真赖上朕了。打了人就想跑啊？去给你拿药啊。把手伸出来。还疼吗，老大？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我看你长得丑。怎么样，好点了吗？好疼。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朕的心里有数，别撒娇了啊！不是手疼，是头好疼。哎，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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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快传太医！
在此之前，我本以为吴三桂安插在我们明珠谷中的奸细，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小角色。但如今看来，吴三桂不仅知道我儿子李建清就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个太子朱慈轩的机密，而且还对我等来到滇都以后的行动了如指掌。这就说明，这个内奸不仅仅已经进入了我们明珠谷的核心层，更在我们在座的9个人中间。晋王说的极是，内奸一定是我们7位师傅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的行动才处处受制于人。是谁？有种做吴三桂的奸细，就有种承认。只要你承认了，我等就念在与你过去的情分上，饶你一命，只废了你的武功，让你滚回吴三桂那个狗贼身边去。晋王，你心中可有怀疑对象？如果有的话，就直接说出来，免得大家互相猜疑，影响团结。现在大敌当前，我等必须团结一致，不可再闹内讧。太子，你可有怀疑对象？除了义父，在座7个人当中，有5个是我尊敬的师长，还有2个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我实在不知道该怀疑谁。不管怀疑谁，我的心里都十分愧疚，十分难过。我此刻的心情跟太子一样，不管此前知道鳌拜在我明珠谷中安插有奸细，还是这次来到滇都，得知吴三桂也在我明珠谷中安插有奸细，我都不忍心怀疑各位，因为我们都是10几年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倩影跟默笙，更是同太子从小一块长大，情同手足。但是我也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的大业进展得极为不顺利，缺乏经费，条件艰苦。有些人渐渐动摇了，有些人退出了，还有些人投敌叛变了。义父，内奸要传递消息给吴三桂，必然要避开我们所有人单独行动。我们只需要核对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具体行踪，彼此印证，仔细分析。就算内奸隐藏的再好，也会露出蛛丝马迹。眼下也只好如此了。我恳请各位暂时都先退出屋去，然后逐一接受我跟太子的盘问。希望各位在外面期间不要私自交谈，不知各位可愿意配合？我等愿意配合晋王与太子的盘问，以查处内奸。有劳各位了。晋王、太子，眼下光复大明的大业，虽然进行得十分艰巨，而且很多人都开始动摇了，可是我们夫妇俩意志坚定，一心一意，只想光复大明，所以我们夫妇俩宁死都不会投降清廷。
更不会被吴三桂这个大奸贼所利用。范兄，除了太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当年我亲手射杀了我的发妻，是樊兄你冒死闯入了战场，把易欢救出来。你们把易欢带进了明珠谷，你和弟妹一同把易欢抚养到了7岁。易欢7岁之后，我虽然也到了明珠谷，可是我大半时间都在外奔波，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还是你们夫妻2人在一直细心地照料着易欢，甚至在你们的亲生女儿倩影跟易欢同时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夫妻2人先救的也是易欢，只是倩影容颜被毁。这么多年来，他心中一直对你这个父亲有怨在心，你也对这个女儿十分的愧疚，而我也对你夫妻2人深感愧疚。义父说的是，2师傅、3师傅，你们为光复大明的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们和义父一样，都是我最信任的人。多谢太子，还有晋王对我们夫妇的信任。倩影这个孩子，从小在明珠谷长大，他不可能是内奸，但他对吴应琪情根深重，他容颜被毁，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隐痛，但却被吴应琪给治好了，而吴应琪又为他被父亲责打了50军棍，这很可能是吴氏父子使的苦肉计。倩影很可能中计，无意当中被吴应琪套了话。晋王，如果倩影真的是中了吴三桂父子的诡计而泄密的话，我们夫妇俩绝不会袒护，一切交给晋王处置。娘，倩影，晋王跟太子叫你进去，不管什么事，你都要如实回答。我明白，我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大家的事儿，一定会对大师兄和晋王如实回答。去吧。大师父，大师兄，我虽身不由己，对吴应琪动了真心，但绝不至于傻到出卖我们朱明联盟的机密。而且，吴应琪对我也是真心的。在他为我挨吴三棍军棍之时，并不知道我会去而复返，也不知道你们会来滇都盗取金钥匙。如果他对我不是真心的，那今晚我们也绝不可能将他结为人质的。樊师妹，你快起来，我跟义父也是公事公办，例行盘问，万不可如此。义父，樊师妹今夜跟吴应琪的情形，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夜若不是樊师妹，只怕我们都脱不了身。多谢大师兄。你先出去吧，叫你4师傅跟叶师弟进来。义父，我相信樊师妹。太子不必多言，此事关系重大，我不敢轻信任何人。我们必须抛开一切情感因素，尽快查出
出那剑。义父说的是我太感情用事了。四师父，叶师弟，太子和晋王让你们进去。我们走吧。娘，还好吧？四师父，叶师弟，见谅了。虽然你们已经说清楚了你们这几日的行踪，但是今夜你们负责协助我们撤离平西王府，并没有深陷包围，所以，我暂时还无法排除你们的嫌疑。我们父子愿意接受晋王和太子进一步盘查，全力配合。多谢四师父体谅，那就有劳二位先出去，帮我们叫武师傅进来。好。哎，武师傅呢？该他进去了。他在庙外的茅房小姐，我先进去了。六师傅，今夜在书房之中，若非你经验丰富，发现了我们未能及时发现的机关，只怕我们大家都已经丧命了。我本来不该怀疑你的，但此次滇都行动，你归队最晚，行踪也最为自由，所以你还是有嫌疑。我归队最晚的原因，是因为我去追杀裘贵了。如果让裘贵找到舒婉心，那么倾城的身份就会暴露。好，那就麻烦六师傅，把到滇都后的具体行踪都详细告诉我跟义父吧。好。那日我与你们会合之后，唐姐姐呢？你不是说小姐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呢？哎呀，身为女人就是可怜，想方便都不能方便。若有来世，我一定投身为男人，坚决不再做女人了。唐姐姐，请吧。哦，记住关门哦。吴师傅，见谅。当日你留在书房之外，并没有进入书房经历机关之险，而且以你的身手，竟然会被吴三桂的护卫所伤，此事也较为可疑。有埋伏，快撤！太子，晋王。我当时之所以留在书房外，是因为我假扮了秦氏，这样方便替你们望风。我之所以会被那个小护卫所伤，是我没料到，那些护卫只是假装中了带肉目疾散之毒，被他们偷袭，猝不及防，所以才受了伤。倩影，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远处好像隐隐有响动。吴师傅，您留在这儿，我去瞧瞧。有埋伏，快撤！当时给那些护卫下带入目疾散之毒的是倩影和默生。我们也在王府外面收到了你们发出的信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些护卫
根本就没有中毒。刚才樊师妹说，她因为要假扮丫鬟，所以就将下毒的任务交给了叶师弟。刚刚默笙也说过，他把倩影给他的毒下到了护卫们的茶中，是他亲眼看到护卫把茶喝下去，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护卫们没有中毒。那些护卫不但没有中毒，反而假装成了中毒的样子，诱使你们进了书房。他们本想借助书房的机关擒住你们，这样他们也就省去了许多麻烦。但没料到的是，你们居然能够突破书房的机关，拿到钥匙，全身而退。可惜，这把金钥匙也是一把假钥匙，而且上面还进了毒。要不是樊离发现了钥匙上面的毒，我们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平西王府。这里面一定有人撒了谎。如果默笙没有撒谎，那么倩影交给默笙的呆若木鸡散就是假药。倩影，你再进来一下。倩影这孩子，他不会。不会。就算他为情所困，也一定不会干出傻事来的。不可能，这药是我爹亲手给我的，不可能是假的。会不会是有人把药调了包？不可能。这药我一直贴身藏在胸前，没有任何人有机会接近我。难道吴三桂的儿子也没有可能接近你吗？你们不是已经……吴师傅，我和吴应琪虽然彼此有情，但我们发乎情，止乎礼，彼此之间清清白白，绝无逾矩之事。我相信樊师妹，吴应琪不会功夫，不可能有这么高明的手段，能在樊师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药给调包。如果吴应琪没有可能，那平西王侧妃秦氏有没有可能调了包？不可能，侧王妃只是个弱女子，并无此能耐，而且她也没有接近过我。侧王妃秦氏，既然吴三桂早就知晓了我们的行动，并做下了诸多的安排，怎么可能让樊师妹轻易劫走秦氏呢？倩影，你说一说，你是怎么劫持了秦氏的？那一夜，我和化妆成平西王侧王妃的武师傅一起在屋外放风。当时我到了王府的花园，也隐隐感觉到花园中似乎埋伏着很多人。我正要发出讯号，就突然看到了侧王妃。当时我还奇怪，王妃不是早就歇息了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到平西王府来？王妃止步，今天晚上这里谁也不能进去。为什么？王爷不是已经率兵出征了吗？那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今天晚上王府内院要擒拿刺客，所以王妃还是赶快离开这里，记得回二公子府上暂避。好吧。我当时意识到情况有变，我们很可能中了埋伏，就悄悄尾随侧王妃。怎么会是你，王妃？对不起，只要你乖乖配合，我是不会伤害你的。我劫持了秦氏，突然听到从书房传来打斗声，于是就带着秦氏和你们接应。平时秦氏都住在吴应琪的府上。今天这突然来到平西王府，可能他们都疏忽了，就没有派人专门保护侧王妃。既然这秦氏平时都住在吴应琪的府上，怎么会在今晚去了王府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
不管是什么原因，秦氏都不可能知情，也没有机会调包。如果默笙真的把药下到了护卫的茶中，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吴三桂有呆若木鸡散的解药。范师妹，这呆若木鸡散的解药，除了你爹，还有谁有？这药，我爹和我娘都有解药，可是4师傅和5师傅都有机会接近我爹，6师傅又和我娘关系甚好，所以他们都有可能从我爹和我娘手中偷走解药。范师妹，那你先出去吧，我和义父还要继续跟5师傅谈谈。嗯。听说这边非常好，果不是小鸡。一欢怎么还醒不过来啊？是叔姑娘，这头疼的毛病，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微臣无能啊！一群没用的东西！朕就问你，他这个病严不严重？朕要听实话。此病十分罕见，只有古医书上有记载。若是一欢姑娘能醒过来，便能逢凶化吉。听你这个意思，他有醒不过来的可能。过了今晚，如果明天一欢姑娘还没醒，恐怕就怎么样？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让这个太医院去会诊！你们听好了，他今天要是出什么事，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滚！是，这药呢？还没煎好啊！快，给他喂上。快，欢儿，这药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啊！哎呀，师叔姑娘根本就没办法吞药。喂，接着喂！哎呀！行了，走，不要给我。是。欢儿，来，喝点药好不好？来，欢儿，欢儿，喝点药。堂姐姐进去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你们说，该不会是靖王和大师兄怀疑5师傅，所以才反复询问吧？别胡说，事情尚未查明呢，不能下猜疑。是。你们所有人都进来说话吧。诸位师傅，我和义父问了你们所有的人，现在每个人都有嫌疑，也都有合理的理由。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分辨。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弄错了，冤枉了朕，我这心里……不仅太子，就连我，也是左思右想，难以决断。在此，
我只想告诉这个人，不管你是谁，我相信你对我还是有些感情的。来，这后宫里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呢。臣妾听说皇上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后，念念不忘当地的面食，所以啊，臣妾就派人打听了做法，亲手为皇上煮了这碗长寿面，还请皇上尝尝。这长寿面啊，不能断，这一根长面条啊，是臣妾亲手和面，再亲手做成的。这上面的绿色用的是青菜汁，寓意我大清啊能够清清明明、长长久久。惠妃有心了，朕可得好好尝尝。惠妃好手艺啊！皇上，臣妾恭祝皇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恭祝皇上皇后龙凤呈祥，早生贵子，让太皇太后早日抱上嫡曾孙子。好，丽妃说的真好。皇祖母，皇后，一起为这祝福喝一杯吧。喝一杯。皇上，您不是有一个笔墨诗书姑娘？听说您一刻也离不开她，怎么今日这么大的日子，不让她来一同庆生啊？皇后说的是李易欢吧？这个李易欢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笔墨诗书，平常伺候朕的时候呢，比寻常的宫女伶俐一些罢了。如此隆重的场合，她岂有资格出席啊？这打理后宫啊，可不比管理朝廷简单的。首先要紧的是要有平衡之术。这后宫要是着了火呀，皇上可就麻烦了。皇祖母啊，虽然年少，还请皇祖母多多提点。那是。朱后妃，陪着朕还有皇后、太皇太后一起喝一杯吧。来。李易欢，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自己不都想清楚了吗？再也不会上那个骗子皇上的当了，你彻底死心了。那你还吃醋什么呀？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的朱哥哥是对你最好的。千里之外执行那么危险的任务，都不忘记你的生日，还提前给你准备生日礼物。你再看看那个骗子皇上，后宫佳丽，百草千花，莺莺燕燕，谁还记得你啊？别傻了。易欢姑娘，叔父，你怎么来了？今儿啊，为了给皇上庆生，这个御膳房呢做了好多精美的美食。我呀，特地选了几样特别好的，拿给你尝尝鲜儿，啊！叔父，这些都是皇上让您给我送过来的吗？皇上？不是，是我啊。我觉得你平时啊爱吃好吃的，所以啊，我就特地拿过来给你尝一尝，也算是我这当叔父的一点心意。叔父，你等一下啊。啊？叔父，谢谢你还想着我，我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把这个金簪子送给你吧。易欢，
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啊！哦。哎，叔父是个太监，这金银珠宝呢，是叔父最大的爱好。可是不管叔父怎么贪心，那也不能开自家亲人的油吧？这金簪子，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啊，叔父，你的大补丸解药是不是快吃完了？我这还有点，都给你吧。一环，这每个月都服一颗大补丸的解药，这也太麻烦了。你问问剑清，他能不能研制出一次就彻底解除大补丸之毒的解药呢？叔父不想认我们这些亲人，还让我转告你，不要再去打扰他。他不想被我们所累。真没想到，他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小的时候，他可是最听我这个大哥的话。爹，叔父虽然不肯认我们，但是暗中多次帮助我和朱哥哥啊。从这点看来，他心里还是有亲情的。他心中虽有亲情，但只怕一旦到了生死关头，还是会为了自保而出卖你们的。所以，你们切不可一次给他解开大补丸的毒，而只能每月给他一颗延缓药性发作的解药，这样才能保证你们在紫禁城中的安全。义父，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无情了？他好歹是你的亲弟弟，我们的叔父，而且在暗中帮助我们那么多次。太子，在大义面前，无小我。德父在宫中生活了30多年，早已习惯了尔虞我诈，习惯了损人利己。他心中虽然对你我残存了一点血脉亲情，但经受不住生死考验的。你跟易欢身份特殊，而我是朱明联盟的盟主。我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叔父啊，这个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我哥哥正在研制当中呢。如果研制出来了，到时候一定给叔父一份。好吧，但愿你们没有骗我。哎，好了，不说了，你快点吃吧，我就回去了。叔父慢走。哎。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我舍不得你，也放心不下。你不是说过，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吗？我那么说，只是不想连累你，我怕你会一直牵挂我。其实
在我心里。你别动，才刚给你上的药。是你亲自给我上的药吗？那我这顿军款挨得真是太值了。千阳，既然回来了，就别走了，好吗？你答应了？我答应了，答应了。驾！玉，樊师姐，吴三桂怎会把我们的底细一下子了解得这么清楚？难不成我们明珠谷中也有平西王府的奸细？不错，咱们明珠谷中不仅有鳌拜安插的奸细，还有平西王府安插的奸细。师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样吧，大师兄和师傅他们正在前往滇都，我现在就赶去与他们会合，告诉他们这个重大的消息。至于你，你还是想办法继续留在吴应奇的身边，再打探一些消息。其实，我担心吴三桂会对吴应奇重罚，也很想回去看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他已经知道我们是明珠谷的人，这次能放我们走，也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而且，他也说过，再也不想见我。他那只是一时生气说的气话，他其实心里还是很想再见到你的。师姐，我看得出来，吴应奇对你是真心的，而且他对他父亲吴三桂一切的所作所为也似乎并不赞同，所以，他心里并不会真的憎恨你。可就是因为他对我是真心的，我才不想再利用他。师姐，我们要做的是光复大明的天下，造福天下百姓。连大师兄都可以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把与小师妹的儿女情长暂时放到一边，你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犯糊涂，因为吴三桂那个大奸贼的儿子而分不清轻重。好，我这就回去。驾！驾！一欢啊，连你的叔父都记得今天是你生日，还给你带了这么多美食。人家那骗子皇上呢？现在一定是软玉温香的环抱着，早把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谁还记得你啊？就你傻乎乎的，骗子皇上，骗子皇上，他就是个骗子皇上，他就是个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你就是个骗子！骗子皇上！哟，背着朕偷嘴呢！皇上吉祥！行了，这里又没有外人，别装了。皇上，你怎么跟鬼似的，不出声直接进来了？你吓死我了！朕今天啊，陪着太皇太后和众后妃，心里一直惦记着你的，这不是？给你送好东西来了。皇上用不着破费，这些好东西啊，应该送给您的皇后娘娘、贤妃娘娘、惠妃娘娘，送给您的后宫72宫娘娘啊，送给我干什么？朕不过是有1位皇后、4妃、9嫔，接下来就是贵人、常在、答应等数10位，哪有72宫娘娘？再说了，这许多主位还都空缺着呢，你是不是看上哪个位分了？你告诉朕。朕明天就封你。奴婢怎么配啊？皇后说的是李一欢吧？她呀，
就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这侍候朕啊，比寻常宫女伶俐些罢了。这么正式隆重的场合，她有什么资格列席呢？哎呀，不得了了，这屋子里边有东西打翻喽！什么东西打翻了？醋坛子呀，你没闻到吗？酸死了！皇上说笑了，奴婢怎么敢吃醋呢？其实吧，你今天暗中跟着朕，还偷吃朕的醋，朕的心里啊，美着呢。这么看来，你是不生朕的气了。老大，别生小弟的气了。你还记得，朕当初化名龙三，与你在摘星楼结拜，我们俩同月同日生。今天是朕的生辰，当然也是你的生辰。这个生辰要跟你一起过才有趣啊！你看，朕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在家乡的时候，每次过生辰，你爹爹和哥哥都给你做这个荷花灯，让你放了祈福，对吧？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皇上你都记得呀？傻丫头，你说的话朕怎么会忘了？哎呀，还愣着干嘛？咱们放花灯去吧。这么晚了，去哪儿放啊？走吧。哎，去哪儿啊？走。慢点儿。哎，啊，先许个愿啊。龙小弟，今天也是你的生日，你也许个愿吧。好，那你先许。嗯。许的什么？我不告诉你，该你了。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这愿和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放吧。龙小弟，其实今天我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不过我手太慢了，只绣了一半，另外一半还没绣完呢。你不是一直在生朕的气吗？还给朕准备了礼物啊？本来是想好好给你准备的，结果今天看到你的后宫嫔妃都给你准备了那么多的珍奇异宝，尤其是那个贤妃，绣了那么好的荷包给你，我这个……哇，这真的好丑啊！这针脚又粗又稀不说，你就看你这绣的是什么呀？野鸭子不像野鸭子，小飞蛾不像小飞蛾的。你嫌丑，你不要不就行了？谁说我不要啊？这虽然是我收到的最丑的荷包，但也是市场最珍贵的一个孤品。老大，这是你第一次做女工吧？还说呢，人家的手指都快扎成筛子了。有你这么埋汰人的吗？还什么小肥鹅野鸭子，这我明明绣的就是什么呀？朕完全没有看出来。我绣的是京城第一酒楼的烤鸭，行了吧？你还真是时时不忘了吃啊。不过也行，这要是下次再落难了，就拿着这个荷包啊，天天忘鸭止饿。哪有你这样的？皇上说话一点都不忌讳，还再落难，这微服私访已经够危险的了，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那不行，朕以后啊得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给朕绣的这个烤鸭荷包啊？光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有10000个想法，但是只要你回到紫禁城里，你就只有一个想法了。老大，朕知道这次的事情让你一定对朕很失望，但是朕也是迫不得已。
朕若是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都给杀了，朕这个皇帝不但地位不保，恐怕连小命都没了。那不是一个明君作为，而是一个匹夫在逞一时血勇。朝政之事啊，不能急，得从长计议。你要相信朕，给朕3年，3年之内，朕一定把那些榜上有名的贪官污吏全都收拾干净。你说的是真的？3年之后，要是没有做到的话，你再怎么生朕的气，朕都无话可说。终于笑了。好了，把这个荷包拿回去，等到你绣好了，一定要给朕，朕会好好收藏着。嗯。哎，其实啊，朕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什么呀？哎呦，丑死了！这眼睛，目露凶光，嘴唇这么薄，一看就是个薄情寡人。哟，难看死了！你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朕刚刚埋汰你几句，立马就还回来了。我这怎么是埋汰你啊？是，虽然龙小弟你贵为天子，但是你也不见得是全天下最英俊的男子吧？而且你生气的时候，特别像门神，很可怕。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过朕。今天是你生辰，朕就饶了你。这针小象可是朕亲手给你画的。哦。以前后宫嫔妃还有皇后都想要朕的自画像，朕一个都没给。喜欢吗？嗯。老大，朕今天在后宫嫔妃面前对你表现的并不在意，其实是为了保护你。这些后宫的女人们，平常看起来姐妹相称、谦恭有礼，其实都是明争暗斗，各有所图。朕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心思单纯，和他们都不一样。朕不想因为朕的偏爱跟你树敌招祸。当年，朕的皇祖父和父皇都是天生的情种，他们个个要美人不要江山，陷大清于危难而不顾，所以皇祖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最忌讳皇帝专宠，朕要顾及皇祖母的想法，就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对你的偏爱，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你明白吗？嗯。爹，回来了。倩影，倩影，你的脸，爹娘，你的脸已经好了。吴应琪在平西王府找齐了药材，配出了冰肌血肤膏，治好了女儿的脸。又是吴应琪，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难道你跟他？爹，别瞎想，我跟他只是寻常交情。不信，你问叶师弟。啊！默生，你告诉三师傅，你师姐跟吴应琪之间有什么异样？三师傅，你放心吧，师姐是行事有分寸之人，绝不会跟吴三桂的儿子有任何逾矩之事的。好了，先进来吧。啊，嗯，进来吧，走吧。东西就在这间房子里，这个地方就是最佳撤离点，距离不远，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接应。倩影，你这份平西王府的地形图绘制的不错，一定花了不少功夫。总算听到爹爹的赞许了。其实你爹一直都很疼你的，也以你为傲。不过很奇怪，吴三桂当初给吴应琪的钥匙说是真钥匙，可我从吴应琪那调包的却是假钥匙。是不是吴应琪把这个金钥匙给调包了？不可能，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且
也不知道这金钥匙的秘密，他调包又有何用呢？你在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你跟吴应奇相处了这么久，爹相信你的判断。谢谢爹。如果吴应奇没有调包金钥匙，那应该吴三桂交给吴应奇的，就是一把假钥匙。他想利用樊师妹传递假消息给我们，让我们误以为金钥匙已经不在他手上。这个吴三桂真够狡猾的，他居然学着鳌拜，也在咱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现在当务之急，我们是要把内奸给找出来。莫生跟倩影在云南1个月才被发现，这就说明咱们明珠谷的内奸身份并不是很高。以后几个孩子的行动只能由咱们几个师长知道，不能让谷中的任何人知道。我和樊师姐调查了很久，真的金钥匙应该就在吴三桂书房的密室里。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书房？对，就是这儿。这里也是整个平西王府守卫最森严、最难接近的地方。太子，接下来该如何安排？义父，我觉得我们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各司其职。樊师妹和叶师弟负责查清楚平西王府的守卫情况和轮岗规律。好。吴师傅，你负责制造出能够接近书房的王府中人的面具，并教我们事先模拟好这些人说话的声音。放心，只要让我看上他们一眼，听他们说一句话，我保证能够复制出连他们自己都辨不出真假的冒牌货。好。四师傅，你负责联络云南边境守军中的内线，散布缅军就要异动的谣言，转移吴三桂的注意力。请太子放心，这些年我在云南边境的守军中安排了好几个我们的内线。好。那我们夫妇的任务呢？是啊，此事事关重大，每个人担子都不轻。三师傅，我记得你在研制一种新的毒药，能让人服下以后四肢麻痹，无法动弹，也无法说话，但是却能够保持清醒，这样就不会让人轻易察觉有什么异样。不错，这个毒药名称叫呆若木鸡散，已在我自己的身上试验过，效果就……那日啊，你三师傅神色如常地坐在屋里，我以为他在想什么事，就没有打扰他。不料2个时辰过去了，他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叫他，他也不应；推他，他也不动，可把我给吓坏了。结果又过了1个时辰啊，他渐渐恢复了原样，告诉我他在试验一种什么新的毒药，叫呆若木鸡散。你看他当时的样子，不就是呆若木鸡吗？好。樊师妹，就由你想办法，把这呆若木鸡散下到当夜值守护卫的饮食当中去。好，我扮成侧王妃的丫鬟，应该能找到机会。二师傅，你是我们当中武功最高的，你就负责解决突发情况，放倒守军当中没有中毒的高手。好，为师已经很久没有与人交手了，手正痒着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西王府中的机关。虽然我跟樊师妹、叶师弟都也懂得机关阵法之术，但终究不及六师傅经验丰富。如果六师傅在的话，那咱们的胜算就又能多了一分。放心，我已经飞鸽传书给雪衣居士了，算来他也应该到了。堂姐姐真是神算子，居然算到我已经来了。这么多年了，这可是我们6位师傅初次集体行动，我岂能错过？裘贵呢？他很是狡猾，居然找到几路替身来替他掩护。我本想着继续追查他的行踪，可是却接到你的飞鸽传书，所以我就委托山西牛角寨的盟友们帮我继续追杀他，而我就来滇都与你们会合了。六师傅回来正好，如此一来，平西王府纵然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可以放心的闯一闯了。太子安排的十分妥当，那你就负责总调度，我来制定撤离方案。有劳义父。皇上，刘德昭一案牵连甚广，你打算如何处置啊？所有贪赃枉法、侵吞朝廷赈灾银两的官员，朕一个都不会放过。别的人暂且不移动，就先拿这个刘德昭开刀吧。先杀一儆百，
这样好让那些地方官看一看，看他们以后还敢尸位素餐、欺压百姓不？这个刘德昭不仅贪赃枉法，侵吞朝廷的赈灾银两，他还暗杀朝廷官员，谋害后妃，其九族共计672人，都当斩。龙小弟，672人，这杀的未免太多了吧？按律是应当诛9族的，不过朕以人治天下，就改为诛近亲3族吧。可是刘德昭是一个人犯法呀，为什么他犯法，他的父母、他的孩子要陪他一起去死呢？这个刘德昭啊，他不仅杀了丽妃的父亲，朕倚重的老臣舒建，他更想行刺于朕。朕不诛他9族，已经是格外开恩了。诛9族？龙小弟，你跟太皇太后不都是信佛之人吗？佛家第一戒就是戒杀生，你杀这么多人，是不是未免也太滥杀无辜了？叶欢，没有哪朝哪代的皇帝能够容忍弑君的罪行，这是大清的律例，朕也必须遵守。你要是于心不忍，不愿帮朕草诏，那就朕亲自来写。别了，我这个笔墨诗书怎么能尸位素餐呢？我这圣旨啊都拟了一大半了，还是我拟吧，我拟。